廣東最出名10所大學，中山大學堪稱中國嘅哥倫比亞大學，因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唔喺哥倫比亞，同佢一樣，中山大學都唔喺中山。華南理工大學培養廣東最多嘅院士，你估唔到嘅係佢仲培養好多舞蹈家添。暨南大學最多留學生，所以人哋係唔使軍訓嘅。華南師範大學學費最抵嘅學校，因為人哋寒暑假係最遲放假、最早開學。深圳大學呢20年嚟廣東進步最大嘅學校，人哋嘅吉祥物就係華南農業大學，全國單一校區面積最大嘅學校。你排隊打飯嗰陣啊，擰轉頭望下，分分鐘你後邊嘅同學係隻牛啊！廣東工業大學對女同學最好嘅學校，女生只有1個星期咁長，啲男仔錫晒你。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啲女同學最 fashion 嘅學校。廣州中小學好多英語老師都係廣外畢業㗎。Who's on duty today？廣州醫科大學家長最放心嘅學校，仔女有咩頭暈身慶唔使驚，啲同學排晒長龍嚟救你。廣州大學誕生最多網紅嘅學校，無論係邊個平台啊，你嘅關注列表裏邊總有一個係廣州大學畢業嘅。